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下面陈伟明，继续来关心咱的疫情吼。连续4天，台湾拢无任何咱讲死亡的这个案例，整体这个疫情哦，咱讲真正无大的这个变化吼，希望会当继续来维持。尤其咱今日看到讲，这个本土的这个案例是6例啦，吼，境外移入是5例，咱嘛讲到其中较注意的是这个台电吼出现着3例。群组感染吼，是大家爱特别来去细致的。即阵咱讲到吼，这个 CDC 啦吼，讲爱全面来清消、分流来上班。另外，咱嘛爱关心着讲吼，做完2期射了后，爱做啥物？共款吼，这个肺炎爱挂好势。尤其咱看到讲，即阵台湾是出现9例或者是突破性的这个感染吼，确诊的这个个案。意思就是讲，你做完2档射，14天了后，又搁是确诊的，因做的拢是这个 AZ 的这个部分吼，所以这或者是突破性的这个感染，咱等下好好来讨论一下啊。但是咱嘛讲到，这好哩家在是轻症头的这个部分。另外，大家嘛爱关心吼，过2礼拜后就是咱的9月初啦。9月初要创啥？9月初就是真济学生囡仔总算爱开学啊啦吼，因过去吼自5月中的这个时阵啊，咱讲迄当阵伫咧线顶上课，即阵总算会当回去到咱讲的这个学校来去上课。但是老师敢拢完全做过预防针，尤其代课老师、新进的老师吼，安怎甲学生囡仔要去做一寡这个上课，还是活动的时阵做好防疫，这嘛是咱上关心的。另外，咱嘛爱关心就讲吼，高中以上甲这个高中啊吼，咱看到讲国中吼咱看到讲12岁至17岁，即阵讲 BNT 吼，若是来的时阵会先互因做啦吼。另外，今仔日上新的这个消息是10月4嘛要核准着 Moderna 会当开放吼12岁至17岁这个部分来去做啦吼。未来会当互学生囡仔家己去做一寡这个选择啦吼。共款是这个年龄层的吼。但是咱讲。真济吼，咱讲亲像这个高端也好啦，即阵嘛开放着20岁至这个35岁吼，即卡到的这个少年人，尤其咱讲注文的这个年龄层吼，会当卡伫这个所在啦吼，咱会当好好去关注讲到底高端是毋是吼会吸引更较侪人来去做啦吼。另外，咱咧讲着吼，即阵爱好好来防疫，但是有人是歹模范来看到这个台东这个部分吼，咱因看到这个举办活动竟然吼做食色的所在。无这个假放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中央甲地方吼无一致的这个所在吼，是咱讲的这个偏湖哦，挑地工要甲这个中央来作对啦吼，内底食食吼竟然免用假放，这是吼因讲地方的这个决定啦吼，所以咱伫遮嘛爱讲着吼，即阵已经降级啊，尤其9月初连一过吼，就是咱讲的这个秋天的这个时阵，咱嘛一定爱好好来做防疫，无吼咱讲本土疫情过会拖起来。透过今节目，咱做回来对话。今天要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要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周宪忠。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要请新北市板桥高中历史老师黄慧珍老师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要请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元。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啦，大家有影真关心啦吼，咱讲这个疫情是无真大的这个变化，但是咱头拄嘛讲到吼，伫咧疫情都要好好来防守。咱看到讲，伫咧台东遮有规个吼偏湖遮吼，就挑伫江北甲你吼中央来配合吼，硬要互你这个内底食的这个部分吼，咱讲会当开放吼，卖用这个假放吼，但是这会造成什么影响？咱讲指挥中心佮安怎因应吼？尤其另外大家关心就讲注疫苗啦吼，大家即阵高端的吼，就是后一波会当开始做。咱看到讲，这个蔡总统也好，也是这个赖清德吼副总统啦吼，其实因拢开始选择这个高端一支射。但是咱讲注文的这个咱讲吼人数啦吼，是毋是无达到咱讲指挥中心的这个暗算？尤其当阵讲提供61万档，但是即阵40万人吼来去注文尔，所以还有20多万的这个欠口，今仔嘛开放了伫咱讲36岁以下甲这个20岁卡头的人，那到底吼是毋是情况会更较好咧？先做来听。好，那我们今天报告本土的病例有6例都不是从区隔里面验出来的。好，那境外移入有5例，那死亡的个案没有那居住的县市是台北市的4例新北市的2例。中午以前我们发的预约大概已经预约的大概是已经有41万多所以这疫苗事实上还有剩余量所以我们就在这个8月13号12点以前意愿登记那是35岁到20岁的民众那都可以来
再来预约哈。那施打的时间一样哈，到8月23号到8月29号，在罗斯福路的一个公营机构，哦，但在前端哈3个时间里面有3个确诊哈，那基本上哈我们把它列为是一个群聚哈，就是那一层楼的哈。全部都暂停上班，做全体的清消，然后在那一层楼的全部都做 PCR。这个个案他是在8月13号，打了莫德纳疫苗第2剂哦，所以等于是说他是8月14号发病，应该也不算是我们突破性的一个感染。那在国内的个案都是目前是有9例的个案9个个案都是打 A 粒的一个疫苗。咱听到这今日记者会其实真侪重点啊！头拄咱讲到高端嘛开放甲这个20岁当来去注文来去做，后礼拜就会当注会到啦吼。另外就是大家关心讲注完疫苗了是毋是佫会感染到？其实咱看到国际例啦吼，有讲到这就是突破性的这个感染，就是意思讲你注完2档下了14天也是佫会确诊的啦吼。所以你若是无好好防疫共款哦。咱嘛看到讲即阵吼，咱看到即个 AZ 啦吼。咱讲住过2档的人吼，差不多有47万吼1153个人。咱头有听到讲，内底有9个人吼是或者是突破性感染，拢是落伫咧这个 AZ 啦吼。但是好你佳在，因拢是轻症吼。先来听这个周医师安怎啦点破这款的这个概念吼，大家嘛是爱去注意风险，但是你也有一寡风险伫咧。是，这个吼，叫做突破性的感染吼，但头拄仔主持人已经解释了真清楚，伊的意义是伫咧倒啦吼。咱其实吼，咱即马注疫苗吼，甲欧美国家来讲吼，咱旧年就开始做啊，本来就是款代志发生吼，咱袂使寄望讲吼，咱疫苗注了，咱咧袂得病嘛，袂得染疫嘛吼。2档注落去了吼，咱的保护力吼是较好，是讲有提悬，但是毋是100%。那上好的重点就是讲吼，那是着是轻症吼，较袂有大院啦吼，也袂死亡安尼啦吼，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啦吼。所以咱一定要知影讲吼，咱即摆吼，咱的疫情会使控制落来吼，毋是因为咱去注疫苗，因为咱疫苗根本都注未够的。是啊是啊。你看别人注疫苗注比咱较侪，伊那遐凄惨，都是因为咱 NPA 来做了真好，咱的国民吼较乖，吼，咱是真可爱，有听咱的指挥中心大家统一的指挥吼，即马咱大家喙炎包括戴甲真严吼，洗手啦吼，保持即个社交距离吼，这是吼咱即摆甲这疫情控制落来的一个重点吼，毋是讲咱注疫苗，但是长期来讲吼，咱注疫苗一定是有咱的好处嘛吼，但是咱袂使去讲想讲迄无可能的代志，咱甲想讲咱注完后就一定有啥物吼，无一定是袂染症吼，所以这本来就是会发生的啦吼但是咱即马就是 AZ 有注较济嘛吼，所以吼 AZ 注较济吼，伊就是伊较济即款的病例吼，这是较正常的啦。若注你若讲莫德纳后摆若注较济，还是 BNT 注较济，我想吼，这嘛慢慢是会出来嘛吼。因为咱伫美国来看嘛吼，美国人拢注莫德纳嘛吼，人伊嘛是突破性的感染嘛是真济啊吼。但是吼，咱是较无要紧是讲吼，因为咱的人较乖啦吼。即个病例吼，我想是会较少吼，因为吼咱注完了吼，原来是有做即个喙炎，做即个喙炎啊洗手啦吼。但是这可能吼，因为咱降级吼，即减到2级了吼，开始吼，大家吼上班啦吼，佫开始咧坐迄个捷运啦吼，咧坐公车啦啥吼，其实机会拢较大吼。我像迄阵5月中了吼，今仔日头，阮今仔去开，意思讲开一个迄个理事会吼，我头一摆坐迄个捷运。我入去吼，我就徛伫遐啦，我也无坐啦，无去花安尼啦，像我是徛较早啦吼，尽量吼嘛是会清洁咱的手啦吼，因为这吼注意风险吼是爱注吼，鼓励大家去注吼，注落了吼，咱较袂有迄个重症甲死亡啦吼，其实迄个咱的迄个染疫的迄个几率吼嘛是较低。是。吼，嘛是会使讲吼，咱嘛是保护家己以外，佮保护咱的厝内的人，保护遐个吼，袂去注射的人吼。所以吼，原来是吼，若有疫苗吼，大家爱去注啦。只是讲即马吼，咱疫苗因为国际的关系吼，咱要入来咱袂按算的啦吼。即马讲有高端出来吼，高端出来，敢若讲嘛，讲吼，咱吼迄个去买迄个 IDF 的迄个吼。咱去买迄个 F16的迄个战斗机嘛吼，咱 IDF 嘛爱猛做啊，吼，咱袂使讲咱敢若去买外国迄吼，咱家己嘛爱发电，发电了好还是歹吼，就是有
迄个吼有迄个成果出来吼，像讲啊若好，咱甲肯定啦，啊莫黑白嘛，啊若无好吼，咱就是讲啊搁看卖啊，像讲即摆有一个另外迄个。另外啦吼，嘿，啊伊就讲啊，咱个条件无过，啊无吼，伊就搁拍拼看卖啊嘛吼，嘿，所以吼，咱一定吼，若有时伊个机会吼，一定爱去做，因为即摆真侪少年的，伊都要排吼，啊排袂着，迄个比如讲摩登啊排较袂着，其实。你若讲吼，即摆要上班吼，啊有一寡迄个爱保护的时吼，嗰等我想无啥物，因为较无啥物副作用伫的啦吼，啊嘛是会使吼个注入吼，啊若是讲吼，日后若是看讲吼，即嗰等讲，正经是较袂使时，咱嘛再个补别项。OK。系啊，啊咱即摆若1、2点仔等，我定甲患者讲，有一个患者来讲吼，哦，伊要等下，讲，即摆吼，咱即个诊所内底吼，有6个人。阮遮的人吼，阮的迄个员工甲我拢已经住过啊，吼，啊剩你还未住，啊，即个一只病毒走入来吼，你想伊要假啥？就先当然教你嘛，对不对？伊袂来教阮嘛，吼，啊，安尼甲讲吼，伊嘛是会用，安尼对。是，所以咱看着讲即阵啦吼，台湾吼，伫咧即支社 AZ 也好，莫德纳也好啦吼，后礼拜就是咱讲有高端即支社啦吼，啊，咱头拄讲着，就是差不多吼40多万人内底有9例啦吼，咱讲嘛无到这个1%啦吼，所以咱讲啊。注意方式也是有效率的吼，啊头拄啊，这个其实医师拢有讲着吼，莫德纳就叫你莫搁等啦吼，真正等袂赴啦吼。啊，另外咱都爱好好来关心，就讲即阵的这个疫苗规个涵盖率39.4%，但是咱讲吼，真正要开学啊啦吼，啊开学大家嘛是真带咧等，就是讲哦，学生囡仔规个拢要去吼学校内底啊，啊迄当阵咱会看到讲，其实爱有真大的这个防疫的这个空间，咱先来请教老师啦吼。老师，你注意方式对无？有对，嘿做啊。啊，咱讲迄当阵吼，这个高中医学老师是排伫第7类，啊，但是咱搁来请教老师吼，第7类迄当阵你是做第7类，还是你的年岁挖紧？你去做年岁挖紧迄个？我较老，所以我是做迄个年岁，照年岁排的。但是安尼，我早2工尔。早2工。但是我听着足侪老师伫遐哀，哦，拢做无第7类迄当阵排无，啊，这是啥物款的状况啊？嘿，因为吼，其实咱迄。有诶，每个县市无共款，系有诶县市政府像阮新北市吼，新北市政府就讲按小学开始，小学、高中高中老师，不管你是市立诶还是国立诶，我拢教授，还是私立诶拢教授。啊，毋过有诶县市，比如讲像彰化县，伊就彰化县立诶，伊讲彰化县政府讲这我管诶。啊，毋过彰化县有迄国立诶学校，伊就讲算国教属管诶，迄是中央诶，啊我就无拍遐。所以同款是彰化县诶老师、高中老师，都有诶有做，有诶无做，无做就紧张啊，像我搞我放袂记去。所以迄当阵啊，教师工会差不多2礼拜前，嘛是有真发新闻啊，啊嘛是有甲国教署、甲政府才来审啊，来优选，立法委员嘛有斗3工，啊才有好遮诶老师会当去做。是，所以咱看到讲真正有当做着，但是即阵啊要开学搁2礼拜尔，有一寡即个代课吼，可能还搁咧印哦，也无学校通好迄落，但是也咧印，啊搁有新进老师，因要哪9月初就要开学啊。对，嘿，即摆较麻烦就是少年的老师，比如讲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所以本来差不多4、5月、6月就要考的正式的新的老师，搁有代课的老师，拢是差不多5、6月就确定啊。今年搁较前。所以即摆有诶学校，即摆还搁咧找正式老师当考2年，吼。啊，若代课的老师有诶学校即摆才咧考。是。啊，这老师通常拢是较少年诶，吼。啊，伊拄啊好甲到伊照年岁排，伊也未排着。啊，即摆来考调老师，伊即摆2个礼拜了，伊就要去面对学生啊。啊，毋过伊即摆无有方式通做。是。嘿，啊，即摆用诶方法是讲叫做检验嘛，吼，检验。啊，毋过检验钱啥物人出？哦。嘿，啊，啥物啊？啥物人会当比如讲一个学校100几个老师，像阮的学校100几个老师，可能这新来的老师可能10通的。啊，啥物人爱去甲检查，啊，啥物人去甲关心讲，伊逐个礼拜是毋是安尼？伊要向啥物人报告？这一个 SOP， 是，嘿，应该紧甲冲出来。等待建立啦吼，所以即阵吼无做着的。对，一个老师可能要对100-200个学生，好上无100-200个学生。嘿，啊，这那。我定下讲吼，那学生啊传染互阮，迄算阮的一个风险。啊，毋过阮若传互学生啊，迄社会大众吼，迄爸仔母也袂放阮煞。吼，所以这可能阮做即个工课啦。是。就
阮的头家就政府吼，就好好的这个管理单位都爱搁较注意。是，我相信吼，这政府应该爱紧啦吼。咱讲即阵 AZ 也好，Moderna 也好，其实有咱讲这个礼拜也够进一波 Moderna 也好啦吼。啊，其实嘛是爱开放吼，这个老师选。咱讲虽然即阵吼也够会当注文到这个高端，但是咱讲老师的这个意志嘛是真重要啦吼。虽然咱叫大家莫搁等啊，莫搁等啊，但是若是这批囡啊，咱讲。这个老师啦吼，爱教学生囡仔，真正袂当吼辜负着因的这个权益啦吼。啊，咱搁一届先来讲到这个高端疫苗吼，注文的这个对象，咱讲迄当阵吼，本地61万人啊，但是中部长伊嘛讲着，若是这个新的这个风险通过，咱搁会当继续，咱增加着吼所有的这个吼档数啦吼。啊，另外即阵因为敢若41万人吼来去做注文，所以即阵开放35岁至20岁吼，啊，伫2001年吼8月23以前出世的，啊，开放注文的这时间到伫吼今日开始啊哦，所以大家赶紧抢哦，尤其这个少年人啦吼，啊，过去你等无到的吼，注无到的紧趁这个时阵吼，8月23后礼拜开始吼连续吼几日讲会当来去注啦吼，啊，继续搁请教这个医师啦吼，咱头拄仔讲到迄高端啦吼，啊。真侪人嘛是讲，高端也有一寡这个疑虑啦吼，啊，但是咱嘛是爱去控一下啦吼。真正的，这个处单位两边，即咱讲过足侪届吼，啊，但是即阵会当开放着这个年龄层，表示讲，这个少年人有诶吼，真正较松啊啦吼。其实哦，大概我知影啦，有个人惊讲什么高端保护力无够，其实我是想免烦恼遐济啦吼。高端哦，毋是低端的疫苗啦，高端伊资料哦，你内面的抗体真悬呢，是，比咱个讲即个 AZ 这疫苗佫较悬啊，3倍外呢。是，所以普通咱拢用抗体来做抵抗咱的一个标准嘛。所以是安怎高端会过，连A无过，就是安尼来啊。OK。哦，所以你即个抗体若遐悬。普通就表示讲你的保护力有够嘛，所以我是毋免烦恼遐济啦。虽然我今仔知影讲其他新闻讲苗栗的议会讲我国旗讲什么伊无要支持高端，无爱做高端，但是我是感觉安尼唔好啦。这是专业的问题，唔是讲你议会搁用政治在讲你有效就有效，无效就无效的代志啊。高端这是有专家。有去开会决定的代志啊，你有审查过的物件嘛，所以我是免惊啦，高端副作用也足少，伊的资料的抗体会遐悬，你搁咧惊啥？你其实吼，我爱讲啦，3000几个人已经做过迄个试验过，因效果嘛袂歹啊，也无啥物副作用。其实有个人足惊迄个注迄说莫丹啦、什么 AZ 啦，这注料啥物副作用？你点到惊副作用啦，你去注这个高端，因为这个疫苗是蛋白质的疫苗，伊这是种传统的疫苗嘛，传统疫苗已经经验已经足久啊，足丰富啊嘛，伊副作用足少诶，咱普通是囡仔出生来注20-30针的疫苗，大部分拢嘛是蛋白质的疫苗啊，这疫苗嘛是做遐久啊，敢有讲安怎？就是过去这个技术已经真成熟啊吼，所以咱讲嘛袂用惊啦。即阵咱嘛看到讲高端吼，其实咱讲通过着咱的台湾的 EUA 了，嘛要去做这个巴拉圭吼，这个第3期的临床试验吼。咱讲吼，即阵有咧吼拍无共同的这个疫苗吼，咱看到讲大病院吼，中间病院嘛是启动着 AZ、Moderna 南这个高端吼无共下这个试验吼。按算差不多3个月至5个月吼，这个数字会当来出来。另外吼，咱头拄仔讲到这个 Paraguay 吼，这个部分，同款因是做这个 immunobridging 第3期的这个临床试验，人数是1000人吼。但是我听到有一种声音出来，1000人敢有够咧吼？咱等下来好好请教。这咱讲人数吼，这年会吼降低吼，这已经是8月18吼，这个资料吼。咱讲吼，即阵一定会当开放到20岁至这个35岁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这个数字是有唔对的。咱继续过来请教这个周医师啦吼，咱看到讲巴拉圭吼，这个3期临床试验1000人吼，各有人咧讲话啊，你安怎看？其实吼，咱这个疫苗啦，是讲这个药物吼，咱就是临床试验就是安尼嘛吼，1期、2期、3期嘛吼。咱即摆来看讲吼，这个3期的人数吼，伊是讲1000人敢若较无够吼，有个人当然是讲爱较侪啦吼。但是咱即摆这个疫苗吼，
因为咱即马就是赶紧要去做嘛吼，伊其实吼，伊咧做1000人的时阵吼，伊是哪做？咱即马嘛是已经开始咧做啊吼。所以咱会使用这个观察吼，其实你若讲吼，拢完全第2期就去做第3期吼。看起来吼，这可能敢若人数较少哦吼，但是咱即马开始你看即马吼60万人吼，即马已经40几万人已经去注文啊嘛吼，即马会搁较侪嘛吼。遮个人其实咱嘛是会使来吼，敢若是来做。伊数字嘛是当做先破零安尼吼，因为咱这袂使讲咱是第3期，敢若甲人坐遐做试验吼，这是经营咧做EUA 出来嘛吼，所以这其实吼，这个人数啦，还是讲这个数字吼，应该是会使卡过啦。OK。吼，你若讲吼，若是讲完全是第3期的吼，讲这个第2期照正常的迄个定数吼，第2期要去第3期吼，1000个人一定会感觉讲是较少啦。是。因为有诶吼，保护力啦吼，还是讲有啥物副作用吼，迄写几万吼，几百万人出来，迄有诶迄副作用，还是讲有啥物代志才会出来呢？吼，因为嘛有诶人迄药精摕着吼，几年了怎无爱互伊诶？迄就是已经，因为你药精摕着生3期过了，你嘛是跟算第4期，就是你爱去监督讲你即摆用到啥款啦吼。用诶若真有代志嘛是药精爱收转去啊。是。吼，所以吼，伊这吼人数来讲吼，看起来当然伊是互人一个吼会使攻击的这个目标啦吼。但是你看，咱要讲迄1000个啦，咱后礼拜就可能要注50-60万的啊。吼，这个人吼，是毋是若有一寡志愿者吼？伊资料吼，会使我敢若讲咱迄个临床试验赶快讲，你有志愿讲，啊无吼，咱或者时间来吼，你志愿嘛吼，咱莫讲吼，局比讲一定要互我抽费去检查嘛吼，其实这嘛是一个方式啦吼。咱即马呢啦吼，因为这咱即马这拢是不得已的，包括 AZ 莫德纳这吼，拢嘛是不是讲做临床第3期了，再照正常正当的定数去摕到的嘛。这就是无法度的代志。这个非常的期间，要有非常的做法吼。我是感觉，迄边吼1000个吼，就咱若甲咱看1000个吼，讲喂，第3期1000个哦，是毋是比咱第2期较少啦？较少啊，因为当阵都是第2期扩大第3期咧做法啦吼，所以这点可能也佫会防控，咱佫请教林秘书啦吼，这点安怎看咧？其实哦，我嘛感觉1000个较少一点嘛。当然，即马歹找啊！你要找这1000个，毋是随便找呢。尤其这1000个，爱都毋捌感染过的人哦。你爱先甲抽血，伊内面毋捌感染过、无抗体的人，你才会当来做试验啊！无你若讲得过的人，你甲做试验，那有啥物意思？是。所以歹找巴拉圭，我相信呢，足侪人拢感染着。你要找迄个无感染着的人，无济啦。当然，伊疫情一定是比咱台湾较严重。若无免带遐做，到台湾做就好啊。OK。台湾其实做3000几个有做过哦，这3000几个伫较早伫台湾无疫情迄阵，确实是歹做啦。如果你较早无疫情，你有做无做，我哪会知你有效无效？唔知影嘛。但即马台湾有一段时间有咧流行啊。是。其实咱台湾迄3000几个，听我提出来甲检验嘛，因这3000几个人，有人治疗过去得着病无？哦，咱听我会当做，我。本来高端应该做这件代志，是。当然伊唔知有法度，佮伊开始这3000几个人，佮掠倒来，佮甲看卖无。OK。我有听伊讲啦，讲其中有几个人吼，捌接触到别人，伊无去感染着，甚至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太太有做，先生无做，先生有感染着，结果太太有做的人无去有传染着。这嘛是一种证明啊。是。咱3000几个人，伫咱疫情在传迄阵。本来就会当传出来做检验嘛，所以这个我去甲这个案例找出来，甲民众说服讲吼，这支写真正无问题。对，所以巴拉圭可能是疫情啦，种真正足厉害来讲，可能你要找1000个也歹找。我讲你要找迄个讲，都毋捌钓着过的人，来做检查。若是1000个人，比如讲疫情真厉害，这1000个人甲资料，伊伫个社区内面咧拍照了。有用传染着无？这嘛是一种证明啊。是。所以伊的疫情一定要比咱台湾继续严重。安尼这1000个较有意义啦。有影。若无我3000几个人，就听我比你1000人较济咧。是。你若无要采用我3000几个人的经验，你采用迄1000人的经验，所以一定要迄个巴拉圭这个伊的疫情足厉害。比如讲，因可能一天几万人、几10万人咧传。你这1000人就较有意义。OK。所以这一定要一个经验，你若讲实在。以咱台湾的社会风气来讲，这1000个人讲做了吼，传倒来台湾讲要什么要采用要什么讲做3期哦，
一定个番绿豆跟每家咧念到要死个，所以那开一千个咧。所以爱看当地疫情，咱嘛记甲这个吼说服这物件讲好清楚啦吼，所以卖互个人数个去用徛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咱台湾嘛经过一个本土疫情，即阵咱的社啦吼。一期国产的成功，一期咱讲第二期成功，但是伊的这个 EUA 无过啦吼，所以咱即阵会当互少年人较放心的，就是讲吼20岁到30几岁即骹兜的人，还佫会当来去住着嗰个高端啦吼。但是咱头都有讲到吼，这个真济大课老师也无住啦吼，佫有这个咱讲新进老师也无住，是毋是会当来经高端？其实咱头都嘛讲到尊重因的这个意志伫咧，但是咱讲真正要开学，也要住着这老师，也是讲这个学生囡仔，咱讲高中吼，甲国中12岁到17岁，未来可能 BNT 因会当住着，也是摩登啊，即阵嘛开放，但是摩登啊就是无遐尼济岁啦吼，咱讲着这是上解释的这个事实啦吼，但是咱讲防疫大挑战，就是咱讲足济学生囡仔要登到学校，老师会惊，这个家长嘛会惊吼，囡仔可能嘛会惊安怎防先做来看？是澎湖市的防护衫加帽啊，是台北市大家高小新生今日入学的礼物。因为防疫期间，学生无论是伫咧较菜，抑个食饭的时阵，拢规定爱穿防护衫，加落塑胶手笼，降低感染的风险。学生因为就是跑跑跳跳，觉得很热，所以就其实口罩会常拿下来，对，然后就变成要继续宣导说他们要一直戴着口罩。伫开学进前，学校全部拢消毒过一遍。开学了。逐天上课进前加放学了，会个消毒过一遍。容易产生肢体接触的体育课，亲像是篮球或者是躲避球这款球类成败上，以跳绳啊、跑步或者是体操这款个人运动为主。另外，音乐课会当挂水烟唱歌，抑过有可能会喷水烂的滴品啊，即个人甲手安怎呢？卖盆，学校的一切拢是依照教育部在所公布的开学防疫指引。至少让学校呢，也有这个。大概12天到13天的时间将近2个礼拜的时间，大家可以因应每2个礼拜做一个基准，做滚动式的修正。台北市小学的校长伫咧指引公布了过当天，最近伫咧线顶开会做演讲，也过像大家国小，也个新进的老师，也个身体无适合做预防性的老师。就要提供3天内快筛或者是 PCR 检测阴性证明。虽然教育部已经发文把快筛的试剂纳入防疫物资，但过期间一个讲的老师唔知影，担心检测的费用会降低负担。因为费用蛮高的老师要来上课，可能一季要3000多块，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一日所得都不够。就算是教室内边有开冷气，窗仔门用爱开差不多一个拳头，不讲大细窗，和空气流通。拄仔顶爱采计帮，学校内面所有设备也拢消毒过一遍，就等9月开学，囡仔要转来学校上课。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头都有讲到吼，这个老师若还未做过疫苗，新的老师、代课的老师啦吼，未来拢伫学校可能也小可有一个风险伫吼。咱有整理着一寡这个图表吼，若是要甲入去甲学校啦吼，这个教职员工你就是爱做完吼疫苗14天，你才会使入去啊，无你就是爱提供着讲3天内底这个快速体检的这个阴性证明吼。这个部分咱头都有这个老师小可有讲到，就是讲这个快速体检的这个部分虽然吼差不多700-800块，889块啦吼。这个部分嘛是一个负担，尤其你若是这个代课老师啦吼，可能这个钟点费吼一节差不多才300多块啦吼。400啦，高中400，就1分钟8块啦。1分钟8块，伊就爱上2节，搁去快筛安尼才会当会好啦吼。所以咱讲这个紧的疫苗嘛是要紧来啦吼，是毋是安尼？是有影，其实这个规定吼，其实大部分去年拢做过啊。OK。敢若唯一的上大的差别就是做有风声，搁有这个用线顶的，就是网络做的大型的活动，比如讲像今年的校务会议，就爱用网络线顶来开。另外一个就是食饭。因为学生我定咧讲，咱大家社会大众，大家想讲，学生去学校是去上课尔，毋是学生去学校上课了，搁咧生活。比如讲囡仔，咱即摆囡仔介济是伫学校食早顿。用下课的时间、早息的时间食早顿，中昼伫学校食饭，伫学校传的物件。因这食饭是要安怎？比如讲，即摆其实上课时阵叫学生莫接触吼，莫分组，莫接触，莫讲话，其实较简单。
较麻烦的是迄10分钟、20分钟的下课加午休的时阵，迄是因感情上好的时阵。所以拄则主持人讲吼，啊，囡仔嘛会惊吼，阮做老师的上惊囡仔唔惊，伊若惊吼，较好教。伊唔惊就麻烦的。比如讲，即马9月开学的时阵，学生上体育课，体育课可能有老师在伫的时阵不要紧，即马体育课下课下一节课。运动了后，足热，伊就要甲口罩摕落来，伊就喙暗，伊就挂袂掉啊吼。啊，特别讲中昼食饭的时阵，伊就要走去迄班，走去迄位，含伊的同学较好的朋友做伙。啊，大家便当你一喙我一喙，大家来分享的时阵，迄问题较大。啊，即马嘛教师公会嘛正咧讲，即马这个隔板，好有诶学校因为这个经过迄5月高中的会课，有迄隔板拢了老的会当用，啊有诶学校无，即马大家去采讲，因为即马起大价，有当时啊佫买袂着，吼 OK， 啊这要安怎？吼啊这以后再来，这以后这用了拢差不多是塑胶的。以后这嘛是真正真大的污染，嘛有老师伫考虑这吼。另外，这敢真正会当完全防止咧病毒，这可能爱问两位先生吼。OK， 啊，我个人的感觉是讲，即马有防这病毒，无啥物货代志是100%，咱就是像咱拄则两位先生讲，啥物货有效，咱加做。啥物货会妨害咱减做，即马伫学校嘛是安尼。我感觉是欠迄个隔板吼，伊象征吼，就是甲学生啊，互因知影讲，即马咱毋是一般的状况，咱即马是非常的时间。所以有即个帮啊，放伫遐，开袂加减，家提醒一下讲，你有诶代志要较注意。啊，啥物代志，政策是一回事，你去执行佫是一回事，绝对无100%。啊，阮做教授的人就是。有效的代志加做，吼啊若会妨害的代志，咱就尽量叫学生啊减做。嘿，啊就是小看安怎会当伫这不得已的状况当中吼，去做尽量做较好安尼，尽量做较好。所以有人讲啊，阮即摆是什么上长的暑假吼，其实无暑假的时阵老师足无用的，而且特别是遐什么有兼任迄个行政的老师，因为是逐工爱上班尔后，伊个逐工有非常侪代志，临时临了的代志，吼啊，阮有当时啊，我算专任的，我嘛是定定去学校开会，因为有代志真侪代志爱讨论爱设计，所以其实即马就爱请家长吼，家长大家学生啊，大家斗阵来拍拼。是，所以咱看到。足济啦吼，学生囡仔，原来嘛是真期待要去学校上课，因为伊讲自5月底吼开始5月中都无上课啊啦吼，所以因是真期待，尤其甲同学见面的迄一刻，所以好多老师讲的吼，上惊因唔惊啦吼，就是老师上惊的这个代志。有影，咱嘛讲到吼，校园吼一寡吼食食的这个部分，亲像吼真济人真正是这个倒啊就扭过来啦吼，啊虽然有迄个隔板啊老师无看到，我就先安尼一个。啊，另外咱嘛讲到吼，有的人是你一喙我一喙伫遐做分享啦吼，所以这尽量避免，尤其是非常时期啦吼。另外咱嘛讲到，那真正吼万不利吼，学校内底一班内底有一个人确诊，迄班停课。若讲一个学校内底有2个确诊，规个吼学校拢爱来停课啦吼。啊，咱嘛看到讲进前台北市本地有先放出来一个消息讲，啊有5个人吼伫咧处理。线顶上课啦，买手即阵嘛是拢要实体上课，但是实体上课咱上惊就是讲疫情真正若是讲压起来时阵，爱安怎来去运用啦？相信咱讲停课14天，但是迄个买手要接起来这个部分，咱先请这个医师啦吼。这个停课是咱讲是个 MPI 一种这个做法伫咧，但是若是真正吼要做甲套牢落实，其实也是拢有风险伫的啦，是不是安尼？对啦，世间上无拢好的代志啦。当这停课的代志，唔是讲家这边这个武汉肺炎较来安尼做的。过去你看东北毒的代志，传病毒吼，东北毒的代志，迄阵嘛是安尼，一班有2个人有得到这个东北毒，你嘛是停课啊。流行感冒迄阵嘛是有这个规定伫的啊。啊，所以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病吼，伊有这个规定也是对，但是我感觉吼，若是安尼嘞吼，足侪校的佫停课。做一下，因为可能个学生要教育哦，迄足大的问题哦。是。啊，当然囡仔是安尼，囡仔就是
囡仔唔是唔惊，是唔知通惊。都真像老师头先讲，伊都唔知通惊，伊就天大地大，伊就无伊遐大，伊就唔知啊，伊就唔知影啥物通惊啊。啊，但是伊嘛一个好处咧，我讲实在哦，即个武汉肺炎即个病毒哦，对囡仔嘛袂歹呢。囡仔得了病哦，其实较袂遐严重咧。OK。所以咱嘛袂当讲，是安怎这疫苗吼，无遐优先要注意囡仔一部分种的，安尼啊一部分是无试验啦。OK。啊，当然即摆即个 BNT 即个疫苗已经咧做6岁以上到6岁到12岁试验，已经可能无偌久就会出啊。是。理论上来讲哦，疫苗应该要注甲囡仔落，啊若无吼，你看最近美国啦、以色列啦，即个武汉肺炎即摆拢变做囡仔咧得啊。是。因为拢无注意用。尤其加拿大有一个研究，0至3岁吼，即个幼儿啊，尤其吼比即个3岁以上确诊的人尤其侪安尼。对，尤其即个印度的病毒的即个Delta 吼，哦，Delta病毒啊，伊就无法度大人都伊就袂无法度得啊，伊就所以传到囡仔啊，啊上无囡仔，我是感觉还可算较好啦吼，当然尽量也是莫得，因为有人讲得了吼，会因为拍带，应该记忆力会歹，学习力会真歹啊，注意力嘛袂专心嘛，所以有人会讲得了这边有当时有一个较长。较久长的一个副作用伫内面啊，是，所以咱嘛是爱真小心啦吼。啊，但是台湾目前的疫情来讲，即摆剩台北市甲新北市还佫有两些几个，讲啊几个，啊遐个人有一寡，伊找无迄个感染源的哦，这个开始惊的代志哦，表示咱这社区内面还佫毋知啥物人有病，你毋知影，只是讲伊得了病，伊都无症头，就轻症，你都嘛无法度发。无法度去确诊啊，嘛无法度去知影讲伊若无检，你也毋知影伊有得啊。是，所以咱讲吼，这个社区的体检嘛是讲自我吼，家己伫咧厝的这个体检都非常这个重要吼。虽然咱好多也是讲到学校的这个部分，但是咱讲要避免到社区有任何这个感染，体检嘛是抑个真重要吼。啊，另外咱佫讲转来吼，真侪种的这个，譬如讲你过去吼，这个分。咱讲吼，咧分鼻啊啦吼，即个部分即阵嘛袂使吼，啊体育课嘛袂当吼有近距离的即个接触，啊另外啦吼，咱即个校园的消毒吼，逐日你都要消毒2至3届，开冷气吼嘛，就要即个开即个窗吼，即个15公分吼。但是咱看到讲有诶吼是家长烦恼学生吼，甲学校内底吼治病啊，所以会当请到防疫假啦吼，啊教育部讲吼，即袂列入去即个吼。咱讲出席还是讲无够的这个记录吼，啊，这个部分咱先搁请这个老师啦。咱讲到这个防疫假对学生来讲吼，啊，有的人是会惊到影响到伊未来升学这个部分吼，啊，这个部分咱讲安怎去甲按算，伊即阵是教育部所列入的，啊，但是有的学生囡仔就是专门甲你请这个物件，啊，是挑伫讲请的。嘿，对，实在阮做教师的吼，嘛是感觉这真烦恼的代志，因为这教育部讲这无列入缺课的记录吼，是因为有3分，阮即摆有规定1/3，你若无来旷课，你就袂当考试，你即科就袂及格。像阮即摆高中嘛是学分制，吼，你得爱读阮偌济学分，你才会当毕业。啊，确实，我拄仔讲啊，有政策就有对策。吼，有的囡仔可能伊可能含家长讲的好势，啊，毋过即摆高中生就是伊若会当家长伊会监护人吼，会当。同意的时阵，阮做老师无法度反对。嘿，啊，毋过嘛是老师若是负责任的时阵，阮想讲，安那对囡仔较好，啊，毋过嘛是爱家长家己去决定。所以若真正有家长啊要教，就是我的囡仔要互伊请防疫假，我规学期我拢无要去，你嘛是爱甲尊重。是哦，有诶，条例讲安尼哦。对，嘿，这一定是有诶啦，啊，毋过无。绝对无介济，比如讲可能无到1/8。比如阮学校较大，2000外个学生啊，你讲有120个安尼，可能是有诶。120个，嘿，可能，嘿，还是讲伊有当时啊，兴来就来，伊无爱来，伊就无爱来。是。伊拢讲是防疫假，其实可能是因兜有啥物代志，还是囡仔较骄，伊就无爱来。是。嘿，啊像这，其实这嘛毋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即摆迄是即摆一寡普遍的现象，因为囡仔少啊，家长较宝贝。OK。嘿，所以我感觉这毋是
不是完全疫情的关系才有特别的啦。是，但是咱看到讲吼，这个针对疫情的部分吼，保护学生有真侪种的这个措施啦吼。咱那么继续来讲到吼，除了咱学生囡仔关心的吼，12岁至17岁，甚至未来吼，头拄啊，这林秘书所讲吼，6岁至12岁吼，幼儿啊，也是讲吼，这个国校遮的这个学生囡仔，拢会当来去注着吼 BNT 也好，也是讲Moderna即阵咱头拄讲到12岁至17岁吼，是苗数已经核准了，但是就只爱看疫苗有够无够啦吼。咱即阵嘛要来讲到吼，过去咱嘛讨论一阵仔的这个会当注无共款的这疫苗，今仔日是开放吼，这个医师来去注啦吼，但是基层者也注无吼，咱先来看讲医师注咧，因心情是安怎？各做一支，就应该增加保护力，唔惊起会着新冠病毒。这批疫苗注的对象唔是一般民众，是照顾确诊者第一线医护人员。第一期注 AZ 疫苗，隔10礼拜了后，第二期就注莫德纳疫苗。疫情爆发之前就先打 AZ 了，那之后想混打莫德纳，就是想说它如果可以保护力更好的话，那就试看看混打的效果这样子。每一种疫苗都有它的优势跟副作用。所以我想这都是基于科学证据了。那当然，莫达纳的副作用可能是打以后注射部位比较疼痛不舒服这些。日前指挥中心顶礼拜启动注2支无共款牌子的疫苗，第一批配送5000多支莫德纳，按算这礼拜佫配送4.5万支到全台全职病院，佫以高风险的医护人员为优先，希望增加防护力。不过，却传出有确诊个案是已经注2支莫德纳的30多岁有新的福林人。莫德纳的对于原来的武汉株或者是英国株呢，它的保护效力应该是94%到95%，所以也就是说，即使碰到原来的病毒株，它也是有5%的机会有可能会失败，所以突破性感染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啦。专家强调，任何疫苗保护力拢唔是100%，不过做过疫苗应降低增加死亡风险。国内第6轮高端疫苗伫礼拜3中昼12点为止来停止有效。指挥中心表示，自20年会佫向下骹开放，予36岁以下少年人也应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是咱讲遮有这个2位医师一个老师吼，拢做 AZ 啦。喺当阵咱节目讨论足久的吼，到底系无共机写，是毋是会使？即阵是咱讲第一线这个医疗人员、医师吼，也是讲护理人员，但是基层者恁敢做？基层吼，咱的迄个指挥官吼，即咱昨有咧讲啦吼，讲咱即摆吼礼拜吼来迄个要甲25万剂即个莫德纳吼，伊要拨一寡来吼，互咱即个基层的迄个吼医护人员来做，来南要拍就对了吼。伊这吼，这其实吼。咱迄个医师公会吼，即个专联会吼，差不多是6月中旬的时阵吼，就是伫咱节目顶有讲过，就是甲嘛是有出声明啦吼，甲迄个吼，甲伊建议啦吼，伊就讲伊就讲袂。吼，讲伊即马无啥物证据安尼啦吼，其实吼毋是干那即件代志啦，讲咱以前嘛咧讲，阮初初来上节目的时阵讲，奇怪，诊所咱袂使注意风险啦，吼，嘛是讲因尾嘛是开放嘛，即马就注甲下叫，吼，一寡代志吼就是安尼啦，阮早会使做的代志吼，毋紧做，比如讲，咱头迄个主持人讲吼，即马吼发遐疫苗吼，去即个专职病院吼，互遐个人做吼，其实我知影吼。真侪遐个人拢已经住过啊啦，住过吼，伊迄病院吼，伊也无可能搁甲你送倒转去遐来，所以我知影吼，伊毋是专职病房诶人吼，因内底诶职员嘛是有去住着。哦，吼嘛是有做的，因为无可能搁转去，伊估计遐个人嘛，有的人伊嘛无爱南要住啊，伊讲我两剂拢住 AZ 就好啊。哦，所以按算上都有一寡精彩。对，但是吼，咱基层的无共款吼，基层的伊毋是规个发互你吼，因为比如讲伊发咧这病院内底，你著甲做完嘛，吼，你这人住过了，有村可能伊感觉符合的吼，虽然毋是第一批，但是嘛是有符合条件的吼，伊嘛是会使甲住啦吼，这是无紧啦，反正有住，大家有保护就好啦。基层的无共款。基层咧，伊是发互卫生局，发卫生局吼，阮若要住的时候，伊即摆是规定讲吼，咱基层咧吼，就是讲吼，你要有职业的吼，就是即摆有咧看患者，我即摆都无咧看患者，迄是无啦吼。个你要有啥物劳保健保遐，就确实讲你即摆有咧职业的啦。因为顶一摆做册的时阵吼，有一寡
敢若讲退休的吼啥啦吼，伊个基本都无咧看患者啦，吼，啊伊嘛是有做着，所以伊个是较严格。所以你即马吼要做的时候，因为吼，阮迄阵大量咧做的时阵，基站的吼，差不多是即马拢已经10礼拜以上啊。啊，真侪人拢挡袂掉啦，AZ 拢第二期拢做。拢做煞。啊，所以伊即马就讲，你来个调查个啥？其实吼，早唔知影讲即个疫苗要入来的时阵讲我即摆吼就我要互恁做啦，疫苗就是无够啦，吼，来，咱即摆来先调查，吼，调查好势，吼，看像有想要拦住的无，吼，还是讲有的人无爱拦住的吼，调查好了，来，咱即摆入来时阵吼，从好了随时再开始，你即摆吼讲吼，即摆再要搁叫医师公会搁去即摆咧做些啥，哇，迄无闲到要死吼，迄做代志吼，拢慢对，咱顶下嘛有讲过吼。因为咱指挥中心吼，其实防疫吼做了真辛苦啲啦，其实有个人就咧乱的嘛，讲一寡代志较乱哦，敢若伊做啥物代志都甲伊讲唔好，甲乱啦吼，乱甲伊可能头壳个讲去啊，唔知影讲咱医师公会提这吼，唔是用政治上的迄个角度咧甲伊建议，拢是迄个专业上的。讲到尾啊吼，伊嘛是采纳啦，但是就是较慢去啊。你想啊，即摆若讲吼，要有即个基站咧去南咧拍吼，其实真侪人吼。已经早了，已经第二，嘛是注刷啦，吼，这吼就是讲吼，你要做吼，你若讲早甲阮讲吼，来，我一定会做即款代志的，咱礼拜时我就要甲你开吼。这个人吼，反正就讲，指挥官安尼讲啊吼，虽然即摆无疫苗，咱来体谅伊嘛吼，即摆若礼拜我就使，我就等一下，吼，这 AZ 吼，来看像多一个少年的啊，像紧好自主的对不对？吼，这个人自主的了吼，你讲即摆会使南要拍，后摆啊 BNT 来是啥时阵吼，这个少年第二期呐，无迄个 AZ 通出来啥时阵，伊就会使去做别项啊，这毋则较另外，靠一个春秋吼，无你吼，像讲即摆摩登啊，大家坚持要去做，看遐几啊百万，要安怎消化吼？你根本吼唔知做会着，做袂着啦。所以可能这个莫德纳这个消化部分，就真正等9月 BNT，但是有当时国际上的这个数字看，莫德纳也是比 BNT 较好。咱讲即阵咧南咧做的这个部分哈，大家 AZ 吼选莫德纳 ，AZ 选 BNT， 未来可能嘛是这个选项。继续请教林秘书。对啦，你若讲第一针做 AZ， 你吼以后第二针要做什么疫苗，拢会通啦。你若第一针做莫丹啦，你差不多就是莫丹啦，无就 BNT 啊嘛，就干那即个选定了嘛。其实讲莫丹啦，甲 BNT 上较好哦。真拼94%甲95%，哪有啥物差啦？差1%，无意思啦，差别无意思啦。佮讲哦，讲实在，因兜咧过去讲94%、95%，迄是当初武汉肺炎在流行迄阵的迄个原型株，第二原型株的一个统计的数字啊。但是即摆来讲哦，你讲要有90几%啦，无啊啦。即摆什么印度的啦、秘鲁啦，唔是秘鲁啊，是秘鲁啦。哦，这巴西啦、南非啦，这一寡症拢出来啊。我讲你即摆搁做吼，无到90几%啊啦，迄是无共款啦。你看做者。做了迄个什么 BNT， 莫得啦，到尾嘛是搁掉，就是安尼来啊。所以无怪即阵吼，这个联雅伊想要吼摆布护外啦吼。这咱讲到伊被甲吼，这个 AZ 比吼187.9啦吼，咱讲伊的0.67倍吼是这个爱袂当低过这个数字。但是联雅伊就是吼正差异一丝丝啊啦吼。所以迄当阵人嘛有咧讲吼。是毋是伊即阵吼改行 Delta 吼，即个吼对抗 Delta， 咱过去拢是讲吼，即个 AZ 也好，还是讲咱莫德纳也好，对抗的是即个原株吼，就是武汉肺炎的即个原株。即阵咱也是专门来对抗 Delta， 无一定伊吼，伊即阵是通过2期，虽然是咱 EUA 无过啦吼，联雅也有伫咧 Delta 遮摆布户外即个可能，咱先搁请林秘书。我是免疫学的啦，所以我来讲这啦。是。联雅即个抗体吼。伊讲实，伊无讲介悬，当然伊的解释讲，无讲介悬。我毋是讲免疫力，毋是干那讲考虑抗体即个代志尔，嘛爱考虑即个细胞性的免疫，比如讲 T 细胞即个免疫，吼。但是你都无提出证明出来啊。佮讲，你讲要细胞的免疫，你证明是要安怎去讲去标准是安怎？无迄个标准伫遐嘛。是。所以你敢安尼讲，你讲你对 Delta 有效果，
啊，你唔就提出这个证明，讲我对第二条位的效果出来。哦，伊讲伊的这个设计吼是专门设计 B 细胞、T 细胞，但是伊讲胃腹部都无看 T 细胞。对啊，但 T 细胞的迄个这个免疫力就歹做试验啦。OK。无迄个，咱即讲抗体外观就是外观，有一个数字会当去大家会当评估嘛。是。啊，但是你讲这 T 细胞的这个细胞型的免疫安怎去做一个标准出来，做歹做的啦。是。所以啊，你讲你对Delta病毒这印度的变种这个症有效果，啊，你嘛要提出这证明。所以你讲去印度做试验，对啊，你印度做试验，你若今仔日做印度做试验，就甲讲有效果。我想你回来了吼，保护力数字一定就好。EUA 互你过过。OK。还是讲第3期就直接好过啊？第3期。伊袂讲做较完全的3期，伊可能3期做一半，做1/3，伊就想迄个 BNT 莫伊嘛是拢做一部分的3期尔。伊若讲做出来，确实就真有效果。我相信转来，咱可以去开会，EUA 会搁好过。所以你要提出这个证明，你若有这个证明，连啊一定会搁拜博搁互我嘛，是可能的代志啊。是。啊，当然，咱毋是讲干那抗体这项代志呢，咱考虑是综合来讲。所以有人是安怎讲，你爱做3期就是安尼嘛，3期做的是现实的生活里面，真正咧做试验，实践的经验嘛。修正啊，这是较是正确的代志。啊，咱刚才咧看这个抗体是真重要，无毋对，但是毋是全部啦。是。啊，当然一个人有这个注疫苗了有保护力无，甲足侪关系有关系的。譬如讲，你病毒入来是偌济的，啊，你这个人就真健康，还是讲足侪病？啊，你这个，你叫甚至咧挂嘴炎，啊，你一个综合的代志，拢爱做伙考虑在内，包括你抗体偌悬，你细胞的免疫力有偌悬，综合来讲，这就是真正的3期，就是咱实践的经验就是安尼啦。啊，其他的拢是咧讲，啊，我评估你这个人可能有效无效，是安尼咧评估。比如讲，你这个人咯，啊，你伫高中就拢成绩拢好，模拟考拢考喺第1名，啊，我是讲你一定。大专联考一定会考第一名，无一定讲第1名，上无你的志愿会足悬的嘛，差不多代这无问题，啊，但是你若讲成绩咧足歹，啊，你要讲叫我讲啊，你这个人可能你考联考会考较足好，我就想要大家来考虑讲啊，这可能无机会无遐大嘛，所以无遐大的，这个紧急时阵就是咧看这嘛，啊，你这样的普通时就表现得较好。当然，我会当互你讲，你联考可能会考足好嘛。是。啊，你若讲可能是表现了无好，啊，第2期就无讲介好啊。当然，咱会想讲，啊，你联考可能嘛袂考到偌好啦。啊，但是毋是绝对的嘛。有的人确实是成绩歹啊，啊，互伊我讲这青面鸡啄着米，有当时考得好足好的嘛是有啊。是。啊，有的人真正本来成绩做，临时安尼啊，无法度咧，都歹运的。逐项材质考会拢伊袂晓的，嘛是有可能无法度啊，嘛考得无好，嘛有啊。嘛有啦。啊，但是机会来讲，当然是你成绩较好的人，你考联考较好，的机会较大嘛。就是安尼来的嘛。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高端啊，伊当阵这个成绩单摕起来吼，嘛是真正较好一丝啊吼。所以伊即阵有过，啊，咱讲连啊吼是差这个差一丝丝啊吼，102.3吼，差咱讲标准，甲 AZ 比吼0.67倍。就是咱讲的125.89吼，是差一丝啊吼。啊，但是咱讲以后佫有排布户外的这个机会，但是有一种这个讲法啦吼，有人讲是较阿 Q 啦吼，就是讲啊，世界上 WHO 这个标准吼，就是这个保护力要有这个50就好啦吼。啊，咱看科兴吼，这个部分伊也是会当过，所以咱讲连啊伊嘛是会当过，上尾请教周医师。伊这吼，咱袂使讲吼去比歹啦，咱大较后壁做的当然嘛爱做较好的嘛吼，啊，迄伊迄科兴迄可能吼，迄阵就紧急要做出来吼，无去迄嘛好啦吼，咱咧中国就是讲要互咱伊的国产疫苗吼，所以大家拢注遐嘛。是。伊其实咱看讲啥物保护力啊吼，啥物迄个吼，你像我咪讲吼，啥物BNT 甲迄个莫德纳讲90几啦吼，啊讲 AZ 若注2期，写讲啥物7、80，其实伊迄比较的基准是无共。啊，即摆那个看卖啊吼，迄英国吼，迄江森吼，伊甲解封了吼，大家拢准备要看讲英国要安怎爆发呢？结果咧，无，啊，人因拢是注 AZ 注2个，是，甲注2期的吼，所以这现实的生活来讲吼，就是讲吼，互你去看卖讲吼，你若讲去印度做吼，这出来吼2期
中间出来，吼，啊袂到3期的时阵，啊若是3期做了是就是一般药证就摕得到嘛。啊，即摆高端嘛是啊，啊高端你若去即摆开始做的时阵，你若1年内底无甲3期做了，嘛是爱收回去啊。吼，所以这个吼，我感觉林医师讲了真对啦，吼，就是讲吼，这吼咱这即摆这新查这 EUA 吼，你有一个标准伫的啦。是，好，咱这已经标准已经出来。好，啊标准有过，啊无过你再要搁改标准，讲我要搁用啥不知来，啊若即间过时，我还知影懂，毋知要骂甲啥。哦 ，OK。对，啊你本来就讲本地数字都，咱本来就讲吼，来，咱即马要新查吼，EUA 咱即要安怎吼，抗体吼啊偌济吼 ，AG 的偌济啊偌济，你要互你过嘛吼，啊人都已经骂甲安尼啊，啊你这无过，搁用另外一个方式，万一若好过哦，我看这代志袂收煞。OK。吼，所以咱这既然吼，咱即马规则已经定出来，无可能是因为讲吼，这件代志继续换一个规则。吼，啊，咱就是啊好，咱即摆这个这个黄医师吼讲吼，你有3条路，本来就是咱2期做完吼，本来就是爱去做3期嘛，要本来就是爱做3期啊，啊，你敢讲2期做完，我EUA做了，我就我敢趁这单啊，我就买趁，迄无可能，你落较侪钱落去嘛吼，所以也是。看卖啊，讲吼，莫去搁想空，讲要试药水，试药水无可能啦。你即摆试药水若讲好，咱即摆来用啊，伊个标准伫倒，啊无世界无啥标准，第二他世界有啥标准讲，伊偌济才有啥物保护你咧？无嘛吼。啊，咁我讲，你要讲啊，理想的生活上吼，啊我看吼，也是去印度遐做的吼，那等下咱大家吼较会福气啊。有影啦吼，感谢所来宾。爱相信，咱一定会搁见面。雨会来，天会开，梦才做一半，搁经一时，等咱相会，我请你。平安哦，部长。